最近东部外海海象无好，风影真大，有乡亲坐船去南屿呢，起起落落，袂输是咧坐海盗船。坐船的乡亲讲啊，船顶的人气吐到有够严重，是讲即摆毋是风台期间，即款的风影真正无啥正常。依照这个气象署的报道讲，今仔日当地附近有可能达到7级风以上，影悬上悬的到3米，所以讲，共款伫东部外海的绿岛，今仔日的客船拢唔敢驶出去。 哇塞，乘风破浪了！海洋新港又要比船身要搁较悬，民众看甲拢心惊胆吓。对船舱看出去要搁较惊人，乘客拢讲袂输去坐着海盗船。海洋升起来到窗仔门遮悬，船舱掀甲真严重，乘客拢讲这真无正常。进港前嘛，然后浪就突然变很大。 然后，因为我们坐2楼，然后我坐窗户旁边，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就是窗户已经快看到海了，就是它晃的程度是已经快看到。气象署讲，因为吹西南风，地指方面东部线龟山沉港风车头，地处东部外海的海象正歹。根据预报，今仔日可能会达到7级风，阁无排除会出现8级的阵风，海洋上悬可能会升到3米悬。我刚刚听当地人讲说，那个进兰屿的船今天也是一样很晃，然后应该也是大家都吐得乱七八糟。无风台时也较无风影，也毋过最近的海象正歹，地属船比平常时加较袂济，甚至阁传出有潜客互海流家走，加济有救倒转来。 海洋起起落落，船也真歹行。东部外海海象正歹，绿岛的航班也出现着海盗船状况。那安尼，绿岛今仔日船班停飞一天，将提早要倒来的台湾人排甲落长，就是希望莫影响到其他行程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